天目通，你明明告诉我犬妖已除，现在犬妖再次出来作乱，你要作何解释？启禀太后，上次我们杀死犬妖是事实，这次犬妖作乱也是事实。你的意思，这犬妖还成群结队了？其实犬妖背后一直有一个操控者，上次我们也确实杀死了犬妖，但一直没有捉住他背后的这个人。这次他又召唤出另外一只犬妖，所以恳请太后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这次一定把他抓出来。天目通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尽快破案。以后要是再如此欺瞒、屡犯公规，哀家对你必当施以重罚。太后，小道自当竭尽全力，尽快破案，不负太后众望。太后，好了，这犬妖事件弄得我头昏脑胀，我要歇息了，你们都散了吧。臣妾告退。气死我了！真是气死我了！怎么，太后没有惩罚天目童？太后只是把天目童骂了一顿而已，这不是明摆在堵我们的嘴吗？天目童可以暂且放在一边了。我们现在要防备的是犬妖和他幕后的人。哦，他们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侍女图，如果让他们先抢到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你有什么对策？这犬妖前几次出没都是以单纯为杀人为主，而偏偏这次却把陶公公的住所翻得天翻地覆，所以很有可能那半张仕女图就在陶公公那儿。那我马上派人把陶公公住所封锁起来。锦衣卫已经在那儿。哼，把他调开不就得了？哼，好主意。皇后有旨，命你们锦衣卫速速撤离，这里将由我们来接管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是奉太后遗旨破案，这里凭什么让你们接管？哼，你们能办得了什么事儿？过了这么多日子，犬妖依然横行，是你们无能，我们才来给你们擦屁股的。你废话少说，速速撤离，否则别怪我们手下无情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无情法！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干什么？皇后娘娘，你让我从这里撤出，恐怕我对上面不好交代啊。要不等云大人来了，我们再议。哼，有什么不好交代的？云香容又是什么东西？可是皇后，怎么？我说的话你敢不听？属下不敢。我们走。你们都在外面看守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是。锦城，你跟我进来。这皇后简直就是欺人太甚！大人，要不咱们到太后那说理去？今天当着太后的面还骂了我们，皇后正是气焰，现在直接找她对抗，不是良策。那你也不能看着他们期待我们头上不管不顾啊！我再想想办法，你先退下。是。都仔细搜过了吗？回娘娘，都已经搜过了。
继续给我搜，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回娘娘，还是没有。哼，这老家伙还真会藏东西。你们听好了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是。皇后他们终于还是忍不住了。既然他们想掺和进来，那我们就再给他加把火。我们等着看热闹好了。怎么样？锦衣卫倒是支开了，现在老太监屋里屋外全都是我们的人。图呢？宝图在哪儿？找到了吗？全搜遍了，也没有见着。会不会不在那儿啊？不管宝图在不在那儿，挖地3尺也要给我找，就守在那儿。听到没？是，这就去办。什么声音呢？会不会是犬妖啊？你别在这里大惊小怪了，好不好？要不你去看看去？你怎么不去看啊？一起去，一起去，走走。谁？云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只是想确认一下皇后有没有带走什么重要的东西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想去哪里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？我说的话你敢不听？属下不敢。我们走。还是没有。哼，这老家伙还真会藏东西。哼，那是你图，你找到了吗？不要伤到云姑娘！
个犬妖的身影啊，怎么越看越熟悉？还是我想错了？参见皇后，不好了，犬妖突然袭击了陶公公的住所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刚。那犬妖呢？抓到了吗？犬妖实在厉害，我们抵挡不住。不过后来天目童跟云香荣出现了，他们打跑了犬妖。天目童还受了伤。哼，哈哈哈哈哈！那倒是甚好啊！哈哈哈哈！下去吧。是，这倒是好事啊，让他们两虎相争，最好同归于尽。我们喝着酒，静观其变。来，干一杯。小蘑菇，小蘑菇，师傅，小蘑菇你在哪儿？师傅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你怎么了？小蘑菇，小蘑菇。师傅，先别动，你要好生休养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这几天这脑袋昏昏沉沉的，特别累，特别想睡。没什么，你毕竟受了伤嘛，感到疲倦也是自然的事。那我再睡会儿。云姑娘来了，你怎么样？能有什么事儿？休养2天，应该就好了。我在太医院给你抓了点治内伤的药，你赶紧服了吧。多谢云姑娘。这犬妖再次出现，现在局势也挺混乱的。是啊，不过好就好在我们的方向并没有错。那个控制犬妖的背后凶手就是白巫师，就是他杀死了庄妃。那这次你打算怎么抓犬妖？不会又用什么催情粉之类的吧？用过一次的方法就不灵了。眼下我对犬妖倒是有个猜想，但是想要证明，唯有铤而走险一次。你有什么猜想？你打算怎么办？这几日，我想要闭关修炼一下，利用残卦去看一看当时陶公公被杀死的场景。不知道云姑娘可愿帮我一个忙？什么忙？此次修行有个忌讳，就是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打扰。如果一旦受到干扰的话，前功尽弃时小事。更严重一点的，便是挂毁人亡。所以还请云姑娘在门外为我把守，让我尽量不要受到惊扰。万一出现什么意外，你怎么办？如果那样的话，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不过，
我相信你。好，那我答应你。多谢了。云儿，你快点儿！哎呀，公主你慢点儿！天幕道长，天幕道长，天幕道长！公主，你安静一点吧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就不劳烦你过问了吧。公主，我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嗯。云儿，小蘑菇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云儿，天幕道长呢？他在闭关修行。你带我去见他。哎，公主，我劝你还是别看了。要你管！你带不带我去？天幕道长特意吩咐，这次修行不能被任何人打扰，否则挂毁人亡。好吧，那就等他出来了，我再去见他。云儿，云儿，我们该走了。哎，小蘑菇，我该走了。你好生休息，赶快把伤养好。好。来了。昨晚天幕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为什么没有通报我？是我失职，我没料到他也在，差点就着了天幕童的道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他现在正在修行，说是可以利用残卦还原陶公公当时死的场景。他还让我帮他守关，说是这种修行一旦被打扰，就挂毁人亡。他这么相信你，但他不知道你并不值得他托付。
小蘑菇，2只耳，3小球，4条腿，不会动，干瞪人。天木童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备，1、2、3。哎，有人偷拍我们！哎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全世界都在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。嘿嘿。任尔彬，你是不是并没有拍？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若是过